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疑幻疑真，我係大家嘅節目主持人莫桂儀醫生。今日我哋好高興邀請到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詹凱宜醫生，為大家講解一下兒童泌尿道感染嘅成因、常見症狀同埋治療嘅。詹醫生你好。你好，莫醫生。係，詹醫生，你可唔可以為大家講下咩叫兒童泌尿道感染呢？兒童嘅泌尿道感染咧，其實係指有喺泌尿道，包括腎臟啦、輸尿管啦，一般我哋視為係一個上嘅泌尿道啦，或者喺膀胱啊、尿道啊，我哋指為下嘅泌尿道咧，因為受到一啲微生物嘅傳染啊，令到佢有發炎嘅症狀啦，咁所以就為之一啲泌尿道感染㗎啦。咁有冇一啲咩常見嘅細菌會引致兒童嘅泌尿道感染呢？比較常見嘅細菌咧，其實就係例如大腸桿菌係其中一種啦。明白。我都聽過大腸桿菌呢個細菌名啦，都真係幾常見嘅。咁兒童泌尿道感染嘅成因同成年人有冇咩分別呢？如果兒童有泌尿道感染咧，同成人嘅成因咧，我哋都會有分別嘅。因為主要咧喺兒童裡面咧，如果佢哋有泌尿道感染，特別係比較細嘅嬰幼兒啦，我哋都會着重去調查下佢有冇一啲先天性嘅泌尿道嘅結構嘅異常嘅。我知道咧，今日詹醫生都準備咗啲圖解俾大家啦。咁詹醫生，不如我哋用下呢啲圖解講解一下有咩結構嘅問題會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受到尿道感染啊？好啊，嗱，首先咧，我哋睇翻我哋一個泌尿道嘅結構先啦。首先我哋有左右兩邊嘅腎臟啦，咁腎臟就會駁住一個輸尿管啦，咁然後就去到一個膀胱啦，低啲嘅位置，然後就經過個尿道就排尿出去嘅。咁如果腎臟嘅結構裡面咧，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個位置叫做腎盂啦。咁腎盂其實係儲存咗腎臟製造嘅小便，然後咧就喺嗰度開始經輸尿管排落去個膀胱啦，然後再經個尿道排出體外嘅。咁正常嘅排尿嘅方向就應該係咁樣樣嘅。咁我提及嘅所謂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咧，其中一個會比較容易導致兒童有泌尿道感染嘅咧，就係一個叫做膀胱輸尿管嘅尿嘅逆流啦。即係咧正常嚟講，尿應該單一方向嘅，由個腎去輸尿管，再去到膀胱屙出嚟。但係有啲小朋友有逆流啊、倒流啊，就容易啲有尿道感染，係咪可以咁講？冇錯啦。逆流倒流嘅意思即係話，當啲小便儲咗喺膀胱嘅時候咧，除咗小朋友排尿，佢係經尿道排出體外之外咧，另外有一部分嘅小便咧，佢會喺膀胱咧逆流經翻個輸尿管咧，去上翻去個腎臟嗰度嘅。明白。咁如果有呢啲情況嘅小朋友咧，佢會比其他小朋友係比較容易有重複性嘅泌尿道感染咯。呢個係其中一樣嘅因素啦。明白。咁詹醫生，小朋友咧有尿道感染嘅時候有啲咩症狀呢？唔同年紀嘅小朋友症狀又會唔會有唔同啊？嗱，如果小朋友咧佢有泌尿道感染咧，其實主要我哋睇症狀係分為比較細嘅嬰幼童啦，或者比較大啲嘅兒童或者近似青少年啦。咁如果細啲嘅小朋友嘅嬰幼童咧，佢哋多數嘅症狀咧都係比較全面性或者全身性啦。大部分都係會發高燒啦，但係又冇乜其他嘅感染跡象，例如唔似平時小朋友有一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啦。咁如果佢哋淨係發高燒，又冇其他症狀，或者有一部分唔舒服嘅症狀，例如好攰啊，或者佢會好煩躁啊，又或者有少部分可能比較幼小嘅兒童可能會有黃疸啊。或者食慾不振啊，咁呢啲都可能係一啲嬰幼童嘅症狀啦。咁如果係大啲嘅小朋友咧，佢哋比較近成年人嘅症狀啦。例如，如果佢哋有上泌尿道嘅感染咧，咁可能佢哋都會發燒啦，或者腰痛啦，因為腎臟嘅位置啦。咁同埋可能全身都唔舒服啦。咁如果一啲小朋友比較大年紀啲嘅咧，如果佢有下泌尿道嘅尿道嘅感染嘅話咧，有機會咧佢哋會
小便嘅時候疼痛啦，排出嚟會有血尿啦，或者會有尿頻嘅情況啦，甚至會有失禁嘅情況都會有嘅。明白，詹醫生。咁如果家長咧留意到小朋友有呢啲症狀咧，都需要帶佢哋去睇醫生，排除係咪尿道炎啦。咁醫生會點樣去確診小朋友係咪尿道炎咧？我點樣可以攞到即係醫生點樣攞到一啲尿液去化驗咧？如果咧我哋醫生想化驗小朋友嘅尿液咧，咁就要視乎個小朋友咧，佢係咪已經可以自己排尿控制到啦，抑或佢係仲係好幼細、好幼小，需要用一個尿片啦。咁如果係一啲比較大啲嘅小朋友已經可以控制到小便嘅話咧，我哋都會叫佢留一個叫中段嘅小便嘅，咁而留喺一個叫無菌嘅樽嗰度嘅，咁跟住我哋就會攞去做化驗啦。如果一啲小朋友佢都係年紀好細啊，仲係用緊一啲尿片嘅話咧，咁我哋就最理想嘅方法咧，就係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無菌嘅導管放入一個佢嘅膀胱裡面，將啲小便引流出嚟，就再放落一個無菌樽嗰度，咁就會比較理想咯。明白。咁跟住醫生咧，再拎呢啲尿液去種菌啦，或者做一啲尿常規，睇下有冇白血球啊、發炎指數啊，再去睇下係咪真係尿道炎嘅。冇錯啦。如果真係驚有尿道炎嘅時候咧，個尿常規有可能個小便嘅白血球指數會升高啦。咁嗰個都係顯示比較大機會有感染啦。當個培植細菌小便嘅培植細菌，如果係培植到一啲細菌同埋有相當嘅數量嘅時候咧，咁嗰個就會係一個主要嘅指標，我哋確診嗰個小朋友有泌尿道嘅感染咯。咁詹醫生，一般咧尿道炎小朋友要食幾耐抗生素啊？或者佢哋需唔需要用打針嘅方法去得到抗生素咧？如果咧小朋友有泌尿道感染咧，我哋一般咧就係用抗生素治療啦，大概係7至14天到啦。咁最理想就係如果佢可以用到口服嘅，咁就免除打針啦，就可以口服啦。但係有啲嚴重啲嘅情況，或者個小朋友比較細，我哋初期咧有機會需要用靜脈注射，幫佢注射抗生素先嘅。當佢穩定少少咧，都可以轉做一個口服，完成成個療程嘅抗生素咯嚇。咁即係完成成個療程咧，就希望清到尿道裏邊嘅細菌啦，咁就醫好呢個尿道炎嘅。係啊，同埋我哋選擇抗生素嘅時候咧，都要視乎係邊一種細菌啦。正如頭先講，其中一隻常見嘅細菌係大腸桿菌啦，或者有其他常見嘅細菌啦。咁所以未培植到邊隻細菌出嚟之前咧，我哋一般咧都會用一啲抗生素係適當地可以治療到，例如大腸桿菌呢一類細菌嘅。咁當細菌培植過咗幾天之後啦，一般我哋會知道個結果咧，我哋都會隨住個細菌培植嘅結果同埋佢對邊隻抗生素嘅效用係好有反應咧，我哋就可能會調校啊，或者會轉咯。即係針對性啲嘅抗生素。係啦，冇錯啦。明白。咁啱啱講啦，有啲小朋友咧有啲結構嘅腎臟啊、輸尿道啊、膀胱結構嘅問題啦。咁醫生咧有啲咩檢查可以幫到家長啊、小朋友啊，知道佢哋有冇呢啲結構問題咧？呢個問得好好喎。其實咧，小朋友同大人咧、成人咧嘅分別就係我哋譬如幼童啦，又特別是佢哋如果試過泌尿道感染之後咧，我哋都會建議佢跟醫生嘅指示啦，去接受一啲影像嘅測試嘅嚇。咁最常見我哋會做嘅咧，都係做一個叫泌尿道嘅超聲波啦嚇。咁嗰個就比較少嘅侵入性啦。咁泌尿道嘅超聲波我哋就會睇到咧，其實成個泌尿系統嘅結構啦。咁同埋咧，正如圖片所講啦。我哋會唔會見到佢個腎盂嘅地方有冇脹大咗啦？嚇，因為如果個腎盂嘅地方脹大咗嘅話咧，咁佢比較大機會有一個頭先提及過嘅膀胱輸尿管嘅尿道逆流啦。咁仲有第二個可能性嘅嚇，如果佢個腎盂係真係有脹大咗咧，亦都有可能咧，佢係一啲泌尿道嘅阻塞，例如個腎盂同個輸尿管中間嘅
接駁位可能先天性有啲收窄咗啊、閉塞啊，咁呢一類小朋友其實都會比較高風險有一個泌尿道嘅感染咯。咁隨住做完超聲波之後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醫生都會建議再做其他嘅一啲檢查嘅。當我哋懷疑小朋友有一個膀胱輸尿管嘅逆流情況咧，咁就會做一個再進一步嘅檢查，例如要放一個無菌嘅管喺個膀胱度，擺一啲顯影劑，咁然後就做超聲波或者做一啲X 光嘅造影咧，去睇下咧有冇呢啲小便逆流嘅情況嘅。即係其實都有幾種方法咧，可以知道有冇逆流啦，有冇阻塞啦。一開始咧就會先選擇一啲冇咁入侵性嘅去睇有冇呢個可能先，跟住咧再做進一步嘅檢查。冇錯啦，係啦。咁除咗要留意有冇結構問題之外，仲有冇一啲方法咧，家長可以幫到小朋友預防尿道炎咧？除咗結構問題咧，其實咧一般照顧小朋友咧，有唔同嘅方法都可以減低佢有尿道感染或者泌尿道感染嘅風險啦。例如咧，小朋友應該有足夠嘅水分啦，同埋定時去排小便啦。亦都咧希望小朋友咧唔好有一啲便秘嘅情況，咁令到佢排小便都會有一啲障礙啦。咁所以都會建議小朋友會有足夠嘅水分啦，足夠嘅蔬果啊、菜啊，咁希望排便排尿都可以順暢正常啦。咁另外就係清潔方面啦，如果係去完小便或者大便，我哋都建議家長可以由前向後咧做一個清潔啦，希望唔好將肛門附近嘅細菌咁容易帶到去個尿道出口啦。同埋如果係仲係用緊尿片嘅幼童咧，咁都希望家長要留意返要勤換片啦。譬如話知道小朋友瀨咗尿啊、瀨咗大便啊，咁都會盡快換片同埋清潔乾淨咯。咁希望呢都有助佢哋減低感染啦。咁但係特別係男童咧，如果佢哋已經試過有泌尿道嘅感染咧，我哋都會喺檢查上睇下佢會唔會有包皮過緊嘅嚇。咁如果佢包皮有過緊嘅情況咧，都會令到佢重複性泌尿道感染嘅風險高啲。咁都會建議佢見埋外科醫生啊，考慮下會唔會需要割包皮啊咁樣樣。都幾多唔同嘅方法，幾多唔同嘅方向啦、方法啦，需要家長去留意嘅喎。係啊，但係如果小朋友真係確診咗有啲先天性嘅結構問題咧，咁都要一啲即係特別性嘅治療啦。例如有部分小朋友可能我哋醫生會建議佢用一啲叫預防性嘅抗生素啦，減低佢再有泌尿道感染嘅機會啦。亦有啲情況之下咧，如果係需要見外科醫生嘅咧，咁可能都會唔同嘅情況，有機會要考慮一啲手術上嘅治療，去幫佢哋矯正呢啲結構嘅問題，以減低佢再有泌尿道感染嘅風險咯。明白，詹醫生。咁今集咧，我哋疑幻疑真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多謝詹醫生為大家帶嚟咁多泌尿道感染嘅資訊。咁再一次多謝詹醫生。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拜拜。